想問下大家平時有冇食魚嘅習慣嘅呢？有啊，不過超過2斤嘅大魚就搞唔掂啦。外面啱啱好，裏邊就老過頭，都唔知點搞好。如果你有咁嘅煩惱嘅話呢，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油鹽水浸燦斑嘅處理方法，就可以完全解決到你所遇到嘅問題㗎啦。而且出嚟嘅效果啊，比清蒸更加嫩滑好味嘅，大家唔好錯過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㗎啦。我今次呢就預備咗一條大概600克重嘅燦斑，差唔多有1斤重㗎啦。燦斑肉質結實，鮮甜爽滑，有彈性。對於用油鹽水浸魚嘅初學者嚟講呢，石斑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好啦，而家就等我先嚟處理咗喺魚身上面殘留嘅魚鱗先啦，再用清水沖洗乾淨，將魚肚裏邊嘅血塊啊、污糟嘢啊完全清除。嗱，咁就 OK 晒㗎啦。將魚身嘅水分完全吸乾，然後撲上適量嘅胡椒粉啦，再喺底面內外撲上適量嘅生粉，咁可以令到魚肉更加嫩滑，同埋浸嘅時候魚皮冇咁易爛嘅。嗱，就係咁樣啦。咁條魚嘅前期處理工序就搞掂晒，可以備用嘅啦。到調校嘅蒸魚醬汁啦，先加入2湯匙嘅生抽，1茶匙砂糖，半茶匙雞粉，大概1湯匙嘅蠔油，半茶匙麻油，跟住撈撈佢，然後加入相同份量嘅熱水，咁個蒸魚醬汁就搞掂㗎啦。最後再預備適量嘅薑片同埋蔥段，咁所有嘅材料就預備好晒，可以開始油鹽水浸魚㗎啦。如果各位網友想進一步了解清蒸魚嘅步驟同埋相關技巧嘅話呢，可以參考我清蒸紅油嘅視頻，裏邊就有詳細嘅講解㗎啦。先嚟預備1鍋嘅清水，而水嘅份量如果可以浸晒成條魚呢，就最理想。加入2湯匙鹽，加入適量嘅薑片，再加入適量嘅青蔥，蓋上鍋蓋，將水加熱。咁水滾之後，我哋返嚟再繼續。水大滾，盡量將條燦斑完全放入滾水裏邊啦。用湯殼將滾水淋上浸唔到嘅魚身上邊。喂，咁樣浸法，條魚嘅鮮味咪會流失晒？嗱，巧妙就喺呢度啦。用鹽水浸就能夠有效將魚嘅鮮味同埋肉質保留，所以出嚟嘅效果啊，一樣係咁鮮甜嫩滑㗎。大概1分鐘之後熄火，加入1湯匙生油，蓋上鍋蓋，用水嘅餘溫再多浸6分鐘。OK， 6分鐘過去啦，用木筷子喺條魚最厚身嘅地方拮入去，如果拮得穿嘅話呢，條魚就熟晒㗎啦。咁而家慢慢攞起條魚先，開大火，加入1.5湯匙嘅油同埋1湯匙嘅蒜蓉。呢個油嘅份量呢，我自己就好啱啦。如果有網友中意落比較多滾油落條魚度嘅話呢，就自行喺呢個步驟調校翻適量嘅油啦。OK， 熄火，落青蔥，快炒幾下。哇，好正啊！將啱啱炒起嘅蒜蓉蔥油淋上條魚度啦。一碟咁有質素又有睇頭嘅油鹽水浸燦斑就搞掂啦！大家中唔中意呢？以後想處理2-3斤重嘅大條海鮮啊，從此就冇難度咯。
我今日嘅分享到咗呢度，又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。至於詳細嘅食材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可以嘅話，請支持下片尾嘅廣告啦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